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酥圆蛋饼，台语安尼写，酥圆蛋饼。酥圆蛋饼字面的意思，要酥圆就酥圆，要蛋饼就蛋饼。面对代志，会当随家己的心意处理，一切都在掌握中。像讲，顶一摆去做敷鸦图，老师就讲，凊彩恁安怎做拢无要紧，酥圆蛋饼拢随在恁。啊！你记载人酥圆蛋饼，甲你当做细汉的画来画去，敢讲你真正感觉无要紧。酥圆蛋饼的酥圆，就是处理代志后圆满收束。像讲，请出上有分量的时段，全心处理，总算甲代志酥圆。所以酥圆蛋饼佫延伸出来的意思，就是帮立场甲想法无共款的双方，找出一个平衡点。敲出一个两边拢会当接受的结果。像一般来讲，公所的调解委员酥圆蛋饼的功夫拢有到一定的级数。像三叔讲啊，虽然真的酥圆蛋饼替人排解，也毋过顶回处理纠纷也是失手，公亲变事主，到打要搭甜袂煞。啊，若鱼仔要煎进前爱先酥盐。啊，要嫁娶，要煮甜圆仔汤，就爱酥圆仔，拢是这字酥。另外选举前，拢会听到某咪人，互人用钱酥掉，怎无参选？这就是酥圆仔汤。当然也有一定的实力，会对人造成威胁，人才来酥圆仔汤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酥圆蛋饼，实在真趣味。